請你介紹下你哋嘅組員俾我哋睇下。呢位有聲有聲。好啦，好啦咁樣我真係自介下喎。交俾我哋嘅副隊長先。喂，好啦咁樣，我哋係你係恩浩堂嘅弟兄姊妹啦，係咪弟兄啦？姊妹喺後面啦。姊妹因為今日有啲忙出席。係啦。唯一一位姊妹係姊妹後面嘅，係啦，嗰位就係表達姊妹啦。咁我係阿喬啦咁樣，呢位係阿 Jack 啦，嗰位係我哋嘅導師 Tony Sir， 同埋後面咧就係我哋嘅鼓手 KK 咁樣，係啦。咁咧我哋今日就咁多人啦咁樣。好啊，好 OK 啦。好，邀請大家咧都一齊去站立，一齊咧去站立去敬拜神。詩篇150篇6節咁樣講到，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對你嚟講敬拜係為咗啲咩㗎？敬拜最重要嘅係去頌讚神，頌讚佢嘅奇妙、佢嘅榮耀同埋佢嘅愛。神因為愛我哋，為我哋死，孭起上我哋所有人嘅罪。神嘅愛係難以想象咁寶貴、咁偉大。而家讓我哋一齊用歌聲去頌讚呢一份奇妙大愛。路是難走，但比起你的十架路，我今天說什麼？來犧牲再走過，遇着痛苦，你經過世間苦與樂，你的救贖愛海。釋放，仍看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渡過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真實處境。無論遇着困苦憂愁，你亦會在我身邊，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。對挑戰，路是難走，但比起你的十架路，我今天算什麼？來犧牲再走過，遇着痛苦，你經過世間苦與樂，你的救贖愛海，我得勝和釋放。凝望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渡過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真實處境。無論遇着困苦憂愁，你亦會在我身邊，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。弟兄姊妹，耶穌基督嘅愛之所以可以咁奇妙，單單只係因為佢拯救咗我哋嘅生命，更加係因為呢份愛非常之咁落地。耶穌活咗喺世上呢33年，同我哋一樣喺佢生活裏面都經歷住世間嘅苦與樂，所以耶穌明白我哋，體恤我哋嘅軟弱。希伯來書4章15至16節咁樣講。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，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、蒙恩惠、作隨時的幫助。我哋唔單只有復活嘅盼望，更加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嗰個從神而嚟嘅盼望同埋愛。弟兄姊妹，呢個愛值得我哋用一世去頌讚，願我哋一生一世都去敬拜呢位好愛我哋嘅神咯。凝望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渡過每天，你體恤我。
境，無論遇着困苦憂愁，你亦會在我身邊。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，面對挑戰。提及到我哋信仰嘅核心，一定係愛。聖經裏邊神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去體現佢嘅愛，有醫治，有帶領，佢都教導過我哋喺神嘅眼中愛究竟係乜嘢。哥林多前書13章裏面講到，愛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嘅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嘅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呢一段經文，大家可以聽咗好多次，但係實質做出嚟係真係好難。但係我哋嘅神佢係真係做得到，而佢體現嘅方式就係釘喺十字架為我哋犧牲而死。我哋呢班罪人要點樣學到佢呢？然後點樣成為好似神咁樣有呢份愛呢？喺更加多嘅外來嘅因素去衝擊我哋嘅生活，例如學習啊、人際啊，甚至乎工作。喺呢股壓力之下，即使神佢依舊好愛我哋仲察唔察覺到呢份愛呢？潛意識地將世界放喺第一，將神同埋我哋嘅關係放喺後面。現在讓我哋回到起初。請大家將手放喺你嘅心上咯。沒我，忘記有主在旁，明明知得許多，卻褪色的是愛，盼回最初，和你傾心盡訴，矛盾與心受煩。猶如在於水邊，永遠不枯乾，樹幹茁壯開朗。重拾這初心，重獲這安穩，常一如初，尋回熱切的心。全力愛你，為你。對我嚟講，我對神以愛還愛嘅方式就係侍奉，好單純地為神去做一啲嘢，用我自己嘅鍾意嘅領域係音樂，去報答每一日保守我平安度過嘅嗰位神，行神去俾我嘅使命。但係我好多時候都會有軟弱。所以我提醒我自己，要時刻記住呢一條路係有神陪伴我喺我身邊。神嘅愛係奉上所有，唔求任何回報嘅愛。佢真係愛我哋去愛到底嘅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回顧最初嘅初心，銘記神帶俾我哋嘅安穩同埋呢份愛。佢係嗰個唯一嘅尊崇嘅。但係佢都唔會擺架子，願意同我哋親近，口渴會俾我哋水飲，喺死蔭幽谷裏面會帶過我哋行。我哋呢班罪人真係好幸福，即使好醜陋，每日都喺度犯罪，但佢依然咁愛我哋，讓我哋醒覺，去體驗神嘅呢份大愛。和你。和你傾心盡訴，矛盾於心受煩，
在於水邊，永遠不枯乾，樹幹茁壯開朗。如今重新重拾這初心，重獲這安穩。純一如初，尋回熱熾的心，全力愛你為你，用我一顆真摯心，讓我傾熱情愛慕，愛你心是跟你的意志，就算不容易，我一顆真摯心，讓我傾熱情愛慕，愛你心是跟你的意志，是我所情願用。如今重拾這初心，重獲這安穩。純一如初，尋回熱熾的心，全力愛你為你。如今重拾這初心，重獲這安穩。純一如初，尋回熱熾的心，全力愛你為你，重拾最初的愛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我哋每一個咧都係神所愛、好愛嘅仔仔女女，而神亦好希望同期待我哋用愛去回應佢。今日你渴望預備好你嘅自己去愛神未啊？今日你渴望用愛去回應佢嘅愛嗎？讓我哋一齊咧用歌聲去立志，今日我哋嘅生命係為主而預備去愛神同埋愛人啊！願我將擁有都給你，願我將所有都給你。主為榮奇妙，讚頌詩篇，為每日發聲。願我的手時刻給你，願我的腿有力為你，從玫瑰正渴望見你，願背起十架跟你，是為你預備情況真心，是為你預備縱然艱辛，踏上這路途與你走近，是你話語吸引我心，是為你預備情況真心，是為你預備期待更新，在這空間裏萬有歸你，願你悅納我從甘心情況的獻祭。弟兄姊妹，你願意用你嘅生命，用你嘅一切去愛呢一位咁愛我哋嘅神嗎？你渴望再一次用你最初嘅愛去愛佢嗎？邀請你啊！既然你願意嘅時候，你就將你嘅手舉起，向神去宣告今日你嘅生命渴望去愛佢，渴望你嘅生命能夠成為神所預立嘅獻祭。願我哋嘅生命，我哋一生都係為住神去預備，我哋一生都係去敬拜我哋嘅主。讓你願意，邀請你舉起你嘅手，去向神去立呢個嘅宣告。我將擁有都給你，願我將所有都給你。主為榮奇妙，讚頌詩篇，為每日發聲。願我的手時刻給你，
願我的隊友嚟為你，就會為正渴望見你，願背起十架跟你，是為你預備情況真心，是為你預備忠義謹慎，踏上這路途與你走近。是你話語吸引我心，是為你預備情況真心，是為你預備期待謹慎，在這空間裏萬有歸你，願你悅納我從甘心情況的獻祭，每日每夜甘心樂意獻上。每步每步，你靈必不撇下我，自然我心可跟着你，每日每夜甘心樂意獻上心思意念，每步每步，你靈必不撇下我，自然我心可跟着你，是為你預備情況真心，是為你預備期待艱辛，踏上這路途與你走近，是你話語吸引我心，是為你預備真心，是為你預備期待謹慎，在這空間裏萬有歸你，願你悅納我從甘心情況的獻祭，願你悅納我從甘心情況的獻祭。姊妹，我哋一齊有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，你賜下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生喺呢個世上，佢經歷我哋所經歷嘅，佢明白我哋所經歷嘅，以致佢走上十架苦路，為我哋承擔我哋嘅罪孽。但係神啊，我哋同時，我哋嘅生命有陣時都會俾好多嘢去蒙蔽，以致我哋最初嘅嗰份嘅愛，慢慢喺呢個世界被消磨。神啊，我哋渴望我哋嘅生命能夠完全嘅交俾你，渴望我哋嘅生命能夠去榮耀你。主啊，願你使用我哋。願你繼續愛我哋，願我哋一切嘅敬拜，唔單單只係音樂，更加係我哋生命嘅敬拜，能夠蒙你悅納，能夠為主你所用。願主你繼續帶領住我哋每個人嘅生命，因主你愛我哋嘅主，感謝你。以上禱告，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。阿們。請坐，請坐。好啊，好多謝一路堂嘅弟兄姊妹啊，咁啊，係大英，有姊妹㗎，頭先講到係有姊妹嘅，係有姊妹。佢在座用心敬拜咧，其實即係我哋會眾啦，其實唔係做觀眾或者聽眾，其實都喺參與其中嘅。正式嘅敬拜應該係咁。神喺天上邊睇晒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個會堂裏邊，係咪真係用心唱，係將榮耀讚美交俾佢嘅？係啦，咁啊頭先喺後邊我都經歷到呢個嘅感受，係。咁我哋將時間交俾 The Ark， 係啦，咁我讀啱啊嘛？係啊，即係有啲壓力嘅呢啲。好，我哋將以下嘅時間交俾 The Ark。
試下啲聲先，試下啲聲先。哦，呢個你唔使走佢啦。吉他有冇聲啊？冇啊！得，試下。哦，呢個唔入去我哋翻。試咪啊！試咪啊！試咪。OK 得。好。咁啦。好。不如我哋都企起身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咁我哋攞個 PowerPoint 喺度，我哋咧都可以透過今日嘅敬拜啦，去感受到神咧喺呢個世界上嘅偉大，以至咧我哋都去述説佢嘅創造，佢嘅榮耀，我們的神。天述说，天父的荣耀，尊重承认，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万口承认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全颂你，圣洁荣耀，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哋都好熟悉嘅神喺呢個世界上係一個咩角色啊？我哋作為敬拜者嘅，我哋萬民都要敬拜，都要口述説出佢嘅榮耀。張開雙手，萬物的寶珠，萬口承認，你是我們的神。我們的神坐在寶座上，聖殿充滿榮耀。萬民敬拜
主，你問我幾多次，能否聽你旨意，謙卑當個孩子，傾出所有名和利，都歸居你，但我卻掩面迴避。主再問我幾多次，能否拋棄舊我，單單愛你耶穌，傾出所有仇和恨，都交給你，讓我生命全因你而起。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你為我捨棄了尊貴，唯有救主基督甘謙卑降生，抹去我心污穢罪困。你大愛使所有隔絕都更新，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決定要擺上我一切。承諾你愛你比這些都更深，張開手都空想交付神，你永作導引。如果呢個時候神再問你咧？再問我幾多次，能否拋棄舊我，單單愛你耶穌，傾出所有仇和恨，都交給你，讓我生命全因你而起。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你為我捨棄了尊貴，唯有救主基督甘謙卑降生，抹去我心污穢罪困。你大愛使所有隔絕都更新，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決定要擺上我一切。承諾你愛你比這些都更深，張開手都空想交付神，你永作導引。你願唔願愛佢更多咧？愛你更多，撇棄更多，捉緊主愛牽我扶神，愛你更深，信你更深，背着你十架前行。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你為我捨棄了尊貴，唯有救主基督甘謙卑降生，抹去我心污穢罪困。你大愛使所有隔絕都更新，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決定要擺上我一切。承諾你愛你比這些都更深，張開手都空想交付神，你永作導引。我願更深愛你，上帝，決定要擺上我一切。承諾你愛你比這些都更深，張開手都空想交付神，你永作導引。
好，完啦，可以坐低啦。好多謝，好多謝㗎。好，辛苦晒啦。要開翻嘢場先啦。好，係咪其實咧加大嗰個嘛，係嘛？一齊嗰個嘛。係啊，仲有一個環節嘅其實，又係因為我哋主場咧，可能都冇通知大家，我一個兩隊組合一齊玩，即係交流，真係 jam 歌喎，係咪啊？jam 歌喎，我收到個指示係咪啊？係啊，好。點 jam 法啊？交俾 Justin 啦。啊 Justin 喺邊度？係。有冇 PowerPoint 啊？係啦。冇㗎嗬。係，咁我哋都要知道歌詞嘅。係有冇㗎？哦，其實咧我都即係都因為係一個 free jam 嚟嘅，咁咧兩隊如果有呢個想上嚟玩嘅話咧，都可以上嚟一齊玩咁樣嘅，係咯。咁啊 PowerPoint 啊，我 PowerPoint 我 send 俾大家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咁就唔緊要啦。好，埋位。有係啦，想玩嘅可以上嚟玩嘅，真係。都係請組長咧 send 俾你哋嘅 group 嘅組員啦。咁啊，好睇下先。 send 俾你個組員啊。啊，你睇實你叻過啊！頭先講個歌詞，我 send。好啦，你哋可以攞手機出嚟講歌詞。好咁啊！陣間我哋敬拜完之後咧，恩樂堂嘅弟兄姊妹咧可能都會要趕翻去教會佢哋有清崇嘅。咁陣間我哋都唱完首歌之後咧，我就會邀請大家一齊影一張相嘅，好嘛？咁我哋弟兄姊妹咧宣道會貴堂嘅咧都留低，我都會有幾條問題俾你哋分享嘅 ，OK 好嘛？咁啊陣間我哋都會有分組嘅時間，直接2次傳啦。係啊，直接2次傳。OK 嘅。喂， ready 有聲有聲。有聽嘅。好啦，咁呢首咧我哋會唱嘅
嘅詩歌係一切都是新的啦。咁相信咧大家咧上年有去 camp 應該識唱嘅呢首，咁啊應該會有個印象嘅，係啊。咁啊如果記得點唱咧就可以一齊唱啦，唔記得點唱咧就可以聽我哋唱一次之後咧，第二次咧就可以一齊加入咁樣嘅，因為呢首歌都比較係興奮嘅，咁樣即係咧可以咧大家一齊企身唱啦，咁就會比較開心啲嘅，一齊起身唱，起立，係啊，起身一齊唱，起身一齊唱。好，咁啊，準備好就開始㗎咯喎。新方向，你永不變偉大形象，神是榮耀無限光亮，以你真理重新高唱。這夜來到盡頭，你大能施拯救，張開眼，今相信主的愛的心口，這黑暗必粉碎，哭泣也將消去，放下前慮，抹去往日眼淚，耶穌得釋放，人從今不沮喪，愛重生，主興起發光，一切都變新的了。大家都一齊舉高雙手去敬拜啊！碎的我已被尋獲，神在後座前面開路，賦予給我全新光亮。你永不變偉大形象，神是榮耀無限光亮，以你真理重新高漲。這夜來到盡頭，你大能先拯救，張開眼，今隨着主的愛當心口，這黑暗必粉碎，哭泣也將消去，放下前慮，抹去往日眼淚，耶穌給釋放，讓從今不沮喪，愛重生，主興起發光。耶穌給釋放，讓從今不沮喪，來重生，主興起發光，一切都變新的了。好唔利落啦，收得好唔利落，不過唔緊要。相信咧大家即係啱啱練習嚟嘅，啱啱係練習。我想我覺得都夠嘅，都足夠㗎啦。其實我覺得唱一次，咁係咯，驚你哋趕時間啫，因為驚你哋。係因為個係弟兄們咧，但係啲聲沉嘅落嚟，有個字幕係三零幫手趕時間㗎嘛，一號堂嘅弟兄們。OK 嘅。OK 㗎嘛，咁啊唱多一次㗎啦喎。Joshua 記住收好個位。係。可以啊。咁啊，我哋再。
再嚟多次嘅咯喎，咁就即係呢個咁好嘅氣氛咧，咁啊應大家需求，咁就嚟多次咁樣啦。弟兄姊妹，其實我哋嘅生命都係咁樣一齊成為新嘅。破碎的我已被你永不變，偉大形象，神是榮耀無限光亮，以你真理重拾高唱。這夜來到盡頭，你大能是拯救，張開眼，更相信主的愛多深厚。這黑暗變燈上黑暗也將照去，往大前裏，抹去往日眼淚結束，今夕我從今不沮喪，我重新主興起發光，一切都變新的弟兄姊妹，你嘅生命係咪咁樣㗎？你渴望你嘅生命成為新嘅，你渴望你過去你我有眼淚，以至今日你嘅生命當你有榮耀神嘅時候，唔再係舊嘅你，唔再係以前嗰個充滿罪惡、充滿住哭泣、充滿住傷害嘅你話。弟兄姊妹，你而家真係發出一個真心嘅禱告，我宣告你嘅生命今日跟住神你都唔再一樣，今日你嘅生命唔再係舊嘅你，我哋嘅生命就係咁樣成為新嘅。破碎的我已被復和，實在無造自己快樂，願給我全身光亮。你永不變，偉大形象，神是榮耀無限光亮，以你真理重拾高唱。讓我哋頌讚。這夜來到盡頭，你大能是拯救，張開眼，今相信主的愛多深厚。這黑暗天燈上光陰也將照去，放下前慮，抹去往日眼淚耶穌，今釋放，願從今不沮喪，來重新主興起發光。新的耶穌，今釋放，人從今不沮喪，來重新主興起。最後一次耶穌，一切都變新的耶穌，今釋放，人從今不沮喪，來重新主興起發光，一切都變新的了。好，將呢個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嘅主耶穌，我哋一齊拍手去將呢一個崇拜歸俾我哋嘅神。好，咁我哋一齊嚟到主嘅面前啦，嚇一個祈禱好嘛？好啦，都將手機刪咗佢啦，嚇我哋用完啦。